每日一句，第20句，阿美语，都忙一在，都忙一在，中文正在哭。语法重点 ，um 中缀词，加上 um 就变成了动词。当日是哭的词根，都忙日就是哭的动作。ay 后缀词加上 ay 表示进行的状态。都忙日加上 ay 变成都忙日在，就成了正在哭的意思。举例，中文妈妈正在哭，阿美语都忙日在几伊娜，都忙日在几伊娜，伊娜就是妈妈。